近20年嚟，感恩我哋仍然服務大家。因為熱愛設計，所以堅持。為咗一份責任、承諾、實測，邀請專業人士參與。我哋憑數據研發安全裝置，小紅帽家私穩定方案。你哋真係好安全，真係好安全，我都好 surprise， 對我好多保障。Taste 設計師睇樓團，唔止係設計，更加係實現。係啦。新樓舊居翻新 ，Taste 睇樓團實地會議。2026品味空間，繼續見證每一個家嘅幸福時刻。客戶滿意個案，多謝每位信任我哋嘅你。咦，李生？係。咦，你咁行入嚟呢，就惠顧咗我哋訂做家私，咁你放心㗎啦？唔擔心，我由細到大都係用你公司嘅品牌，所以我哋都唔擔心。不過我哋啲家私陪伴咗你成長㗎喎。係啊。哦，咁真係多謝你哋。2026品味空間繼續陪你打造屬於你嘅夢想家。無論新樓定舊居翻新，Taste 室內設計團隊都想聽聽你所想。